好多時聽翻嚟，個個都話個環境差，個個都話冇錢。我幫你哋啊！前排我淨係用咗少少錢就住咗啲好正嘅地方啦。睇下下邊嗰幾間啱唔啱你哋心水。去片97蚊一晚嘅酒店房，你住過未？有錢你都未必有機會住到啊！今日就等我嚟為你開箱 ，Go！ 我你鬧人就係人。穿過鬧市，走過暗巷，我哋終於嚟到呢一間旺中大靜嘅酒店。令我驚喜嘅係，佢哋準備咗 welcome drink， 仲要係 monk fruit water 羅漢果水。呢間酒店俾我嘅第一印象，我覺得有一種翻到屋企嘅嗰份親切感。你睇，房門冇必要鎖啊，就係呢一份自出自入嘅感覺，先係真正嘅家的感覺。寢室設有一張1.8米嘅大床，房間嘅寂靜加上蚊香燒出嘅絲絲禪意，仿佛連時間都放慢了腳步。呢間房我最欣賞嘅係佢融合咗傳統工藝以及當代嘅流行藝術。Crossover Michael Jordan， 傳奇中嘅傳奇。嚟，我哋一齊去浴室欣賞下設計師細節嘅安排啊！一個包住膠帶嘅水龍頭，配一個帶有裂紋嘅洗手盆，兩者嘅襯托可以話係互相輝映。見唔見到啊？依家帶你哋欣賞埋我嘅夜景 view 啊！呢個 view 180度，一樓嘅夜景 view 可以令住客非常接地咁體驗到當地嘅文化面貌。今日呢個 room tour 就去到呢度啦，我要 enjoy 啊！81蚊一晚嘅酒店房，你住過未？有錢你都未必有機會住到啊！今日就等我嚟帶你開箱 ，Go！ 走一走下坡，揀酒店都揀平好多。穿過暗巷，我哋終於嚟到呢間燈火通明嘅酒店。令我眼前一亮嘅係酒店簡潔乾淨嘅設計風格，與簡單乾淨嘅生活風格層層呼應，無需一字一句就已經帶出酒店注重乾淨嘅理念。寢室設有一張1.5米嘅大床，房間不時有潺潺嘅流水聲在流動，再流動，再流動，瞓覺就如咖啡因作動。平時一個人住酒店我都會好驚，但今次酒店細心嘅擺設，反而令我有一種一直俾人監視住嘅安全感。嚟，一齊欣賞下洗手盆巧妙嘅設計啊！設計師利用水柱，一次又一次咁衝破洗手盆嘅漏水塞，一次又一次咁提醒每個客人，做人就應該同呢個洗手盆一樣，永遠都不能自滿。最後，等我帶你欣賞下窗外面嘅景色啊！景色鮮豔奪目，聲音沉穩厚實，的確係一幅可以同人互動嘅罕有景色。今日個 room tour 就去到呢度啦，我都要 enjoy 啦。77蚊一晚過夜，你又體驗過未？有錢你都未必體驗到啊！今日就等我嚟帶你開箱 ，Go！ 今晚住嘅唔係酒店，係公寓，所以為咗順利過去，我都特登揾咗個地膽綁住。沿路上漸漸崎嶇，我嘅靈魂都漸漸遠離身軀。到啦，今晚我住嘅地方整體風格都偏向比較家居。寢室設有一張1.3米嘅大床，地板設計以經典木蘭辭為基調，重複又重複嘅煙跡，可以話係唧唧復唧唧。我哋一齊欣賞下個廁所啊！廁所現代化嘅設計令到住客一定要玩手機，如果唔係，你就只有對住塊玻璃。眼前呢款 Panoramic 電視機，可以話你想買都買唔到。畫面呈現嘅顏色飽和度非常之高，主要呈現嘅色調為冷色調中嘅藍色。我哋一齊欣賞下床頭上邊窗外嘅風景啊！180度嘅監視角度，彷彿令住客有一種高高在上、視察民情嘅優越感。今日嘅 room tour 就去到呢度啦，我都要 enjoy 啦。嘿，仲見到你嘅？睇嚟你真係好想揾一間再平啲嘅房喎，係咪？嗱，今集最後一間啦，50蚊嘅啫。OK， 住之前咧都發生咗一啲突發情況啊，睇下發生咩事。唔用導航嘅司機真係避得就避。話說嗰陣時，個司機車我去今晚住嗰度，一上車佢就問我想行邊條路，我當時係話冇所謂嘅。之後佢一俾油就車咗我上行人路。
我有提過佢跟翻個導航去走，佢直接就鬧埋個導航，然之後咧就好自信咁帶咗去逆駛。我諗佢實以為我今晚要去嘅終點係人生嘅終點。好彩溝通完之後都順利到今晚住嗰度。今晚住嘅地方整體嚟講好乾淨，基本上係睇唔到有邊度污糟，而且我都好好彩，間房係好新淨，隻門係連包裝都未拆嘅。而呢一隻樸實無華嘅 Iron 門就好似 Iron Man 咁，科技感係十足嘅。今晚間房100尺唔夠，一部冷氣連帶一部風扇配俾你，10分滿分嚟講，我覺得係值得10分涼爽嘅。老實講啊，喺呢個沖涼液洗頭水都驚你偷嘅年代，呢間房居然仲配一個打火機俾你，真係好貼心。嗱，先唔好理貴定平，拎走咗整爛咗，本身就已經係一個成本。嚟，我哋一齊欣賞下個夜景啊！我個人係好欣賞設計師揀嘅呢一塊窗簾布嘅，一塊窗簾布就令到原本冷冰冰嘅坑多咗一份居家嘅溫暖。有冇留意到個花灑係裝喺隻窗度呢？唔睇畫面你真係唔知我乜春啊！試試佢咯。Nothing beats a Jet2 holiday. And right now, you can save £50 per person. 今日個 room tour 就去到呢度啦，我都要 enjoy 啦。We've got millions of free child place holidays available. 有啲正嘢分享俾你哋啊！嚟緊啦，我會喺呢2個城市度做我嘅個人棟篤笑 show 嘅，快啲過嚟 happy 下啦！咁啊，你哋見啦，喺呢個溫度我都仲着成咁，你就知道我近排係操得有幾 fit 啦。真係操到 fit 嚟先嚟見你哋㗎。嚟啦，過嚟玩下，開心下啦，把握機會見面啦。到時見啦嚇！